整條街滿是鋪天蓋地宣傳成體思想和歌頌領袖的海報，才會看見到明亮色彩。海報概念有些是大鼻子的美國大兵拿刺刀刺向北太極無助母親的圖像，更多的是宣傳口號，意思都是自我犧牲，一個人為全體謀福利，資本主義純粹墮落等。例如革命與建設的主人翁是人民大眾，作為主人翁的人民應該接受首腦的指導，首腦是頭，黨是軀體，人民是細胞，軀體和細胞應當聽從頭腦的指揮。如果沒有首腦，就失去了生命。這口號正是成體思想精髓。也有海報是鐵耀成和很多孩子玩樂，孩童爬在他身上的慈父形象等。海報中領袖肖像是指定有頂級藝術才華的人畫，如沒認可的普通人去畫是侮辱領袖鐵耀成，代價是有機會槍斃。家中牆壁必須要掛上兩鐵肖像，那牆壁要完全空白，什麼東西也不能放，包括你的血親照片。你唯一需要的家人就是鐵耀成。其後更加上鐵精日，兩鐵肖像定期有人來檢查肖像是否有物證清潔，否則入罪。報紙也曾報道英勇市民為了拯救領袖肖像而葬身火海等。兩鐵的生日為法定假期，自己孩子生日也不用慶祝。能源糧食危機時，是這兩天唯一有電的日子，小孩有糖果，但要等到領袖生日那天才能吃。讓孩子不可忘記他們一切都是國家領袖給予的。94年鐵耀成死後變得更偉大，成了永遠的主席。平壤下令改變曆法，不再使用西元紀年。有鐵耀成出世那年，就是成體思想那年。在當地道路上車輛不多，大多只會出現在平壤，幾乎只有平壤的核心階級、政府、黨和軍隊才可擁有，其餘的車都是公共巴士。民主主義共和國，人民當然擁有投票權，而且每人也必須要投票，但通常候選人也沒有選擇，人民只會投向鐵家。如果有其餘的參選人，也只不過是戲子白，亦沒有人膽敢去投。當地只有不足20%土地可以耕種，因此糧食不太豐足，而分配又有階級之分，形成有1/3人長期營養不良。根據脫北者描述，他們從未見過用餐的叉，他們用的是筷子。當地學校教叉子是美國人用來鏟屎。在當地吃牛肉是犯法，有機會被槍斃。家庭在食飯前會先念想偉大的領袖父親鐵耀成，感謝你賜給我們豐盛的一餐，然後全家才會動筷子。傳聞有官員會種植毒品，毒品會出口國外圖利，毒品可以是國營的，收取強勢貨幣買軍備，而大麻在當地是合法的。正常國家只要在白紙黑字合約簽名字，就要擔起責任，不能反悔。但北太極是沒有白紙黑字寫的合約，國家獨家經營的保險公司設立在平壤，承辦保險天災意外，公司會在國外找尋在保險公司來承擔保險損失。當需要索償時，文件經傀儡政府草草過目，就向在保險公司索償申請。對方的外國公司派調查員進境內查冊，證明北太極政府諸加重重限制。因為在保險公司的經紀人當初以為地理上是南太極的公司，原來是在北太極。假的意外，假的法院，假的文件，最重要當初簽署了愚蠢的合約，同意接受北太極法律的束縛，最後只好賠錢和解。於是世界各地的在保險公司也不再跟北太極交涉，慢慢終結了詐保險金的計謀。教育上，太極史和黨史相當重要，還有童年時期一和童年時期二，前者是鐵耀成，後者是鐵精日。例如鐵耀成童年已打敗日本侵略者，鐵精日如何聰明才智，玩遊戲從未輸過等。教育同學，共產主義是未來唯一選擇，背叛馬克思主義只會貧窮和饑荒。北太極就是天堂，這個國家沒有人權問題，因為人人都過住最有尊嚴、
最幸福的生活，甚至人類起源也是源於太極半島等等。上數學也與眾不同，題目是人民軍在戰勝美國主義走狗和南太極傀儡聯軍後，俘虜1532人。美國走狗比南太極傀儡多出132人。試問有多少美國走狗和南太極傀儡呢？學校裏的童話、神話或民間故事書籍會經過檢查制度，有些書頁被黏起來根本就撕不開。大前提是要符合北太極革命史的世界觀，任何不合適的情節都會遮擋。例如2次大戰結束時，日本人其實不是被鐵要城的軍事領袖擊敗，趕走日本兵的是蘇聯紅軍，是蘇聯人安排鐵要城去執政，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革命。而家長亦必須要教導，如果孩子遇到任何好事情，記得一定要讚頌偉大的領導人和國家。如果孩子忘了做，別人會認為是家長沒有教，家長會受到懲罰。學童是避免國家徹底崩潰的免費勞動力，每天放學後必須從事2-3小時農務。同學被奴役得越慘，老師就越有得吃飯，收成全歸學校。學校要學生收集兔毛供應軍方製作軍人制服，所以每個學生也要在家養兔子，長大後要剝兔皮上繳，兔肉亦成為唯一可以吃的肉。每一區的電燈柱也有擴音器，播放黨的命令和革命歌曲，鼓勵勞動。寒假要收集糞便交回學校，作為農業肥料。未夠數就四處尋找，找不着，有時同學會為爭排泄物打交。北太極人種植蔬菜，普遍用人類糞便施肥，甚至連驅蟲劑都沒有正常推廣使用，因此引發寄生蟲感染的惡性循環。學業成績差會帶來大量自我批判和痛打。老師還大力建議，如果想拿高分，任何批判社會主義半句說話和行為的同學必須馬上檢舉，至少1-2個。熱心同學往往不止此數，漸漸形成一種懷疑風氣，大家也不確定誰打小報告，於是每個人都在彼此懷疑。這正是老師的目的。這種名為淨化生命時刻自我批評大會，有老師擔任主持人，每一個人輪流起立，指控某人的所作所為，然後自己也要懺悔，不能以害羞當藉口。沒有人可以不受指責，絕不可以有兒戲的心態。從小一開始，7歲進行批鬥，對他人威脅施壓是報復的好工具。但一顆糖、一根煙可解決。小童很快明白成人生活的3種價值：相互懷疑是美德，說謊能確保利益，和賄賂才有優勢。事實上，學校也教勇敢的孩子糾舉父母的違法行為，你永不能給別人知得太多。因此，每個人至少學會在臉上戴上面具，因為摘下面具就要承擔風險。成人社會每個社區每20戶就有人民班，作用向高層報告任何可疑事。告密者通常能夠拿到額外的食物配給。打小報告線民無處不在，你不會知誰是鬼，人數有幾多。人民班可能會先抱怨社會來引你開口，例如工作不公平、肚餓等。講錯一句，可能半夜有秘密警察上門來捉拿。之前你不會察覺任何徵兆，就關進勞改營，可能這世人也出不了來。保衛部對那些影響百姓的犯罪行為，例如盜竊、貪污等，並不視作重罪行，他們把心力都放在對政黨不忠。就算是非常輕微的可能性，不管是真的或是有人想象的，就足以將整個家庭由祖父母至孫兒3代人間蒸發，從此不見蹤影。由於共產國家沒有商業，所以立功進入黨是向上流唯一方法。北太極政府有時會派官員到學校，為鐵要城鐵征日找私人女助手。女孩被選上會被送到軍事訓練營訓練，再分發到全國航空別墅服務。名義上是秘書是女，實際上民眾也明白是什麼回事。期間離鄉無法與家人聯絡，不能再回家，但家人可獲巨額賠償。當孩子長大進入幼稚園就讀，
是任是了孩子跟父母的關係已經開始有所不同。從某種情況來看，孩子已經不再屬於父母了，他屬於國家。直到男孩讀完10年中小學後，除非你能上大學，否則每個人必須服13年的義務兵役。那時已30歲，男30，女28歲才能結婚。每人應該對國家做足貢獻才能結婚。當地沒有約會文化，沒有旅行證，不可租賓館。婚姻也多是同階級的父母或上司引介。婚後女人不冠夫姓，不同階級配對會引來極多非議和拖累對方，承受很大壓力。男女沒有婚前性行為，不可在公共場所親熱，拖手也算有傷風化。沒有妓院、色情刊物和錄影帶，官員通姦也一樣犯法。在北太極稍有權力的，上至高官，下至保安，性侵婦女已是平常事，對象通常是脫北被捕或黑市買賣者、政治不正確等等。平常得受害人已不當一回事，受害女性會被家人、學校視為影響聲譽，她們會因此被虐打、被丈夫拋棄或被趕出學校。媒體亦不能就事件作報導。性侵問題不涉及危害政權，所以政府完全沒有阻止官員性侵婦女，而且國家亦沒有毆打這條法律。打人是不會受處罰，平時下班後必須花2-3小時接受意識形態訓練，學習反美、了解鐵要成偉業等。長期睡眠不足，你不會有反抗意識，不會多想照單全收。工作無故曠職，刑罰可以拘禁30天。即使如大饑荒時無薪可領，也一樣。社區與人民互動方面，有時國家會出告示，大家到廣場看節目，其實是槍決和絞刑，有臨時法庭檢察官，有犯人先遊街示眾，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審判。有人念出了犯人的指控，犯人就當場處刑。審判完後，地上放一大袋麻包袋。犯人跪低，3槍後犯人胸口開花，像鞠躬倒下，掉進麻包袋，就送上山邊，不會埋葬拋掉餵狗，又或者直接送去垃圾堆，然後用沙土掩埋。鐵要成的權利是從蘇聯那裏得來，國家的設備是日本留下來的，軍隊是中國提供的。建國時沒有任何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的思想是只要需要，那就從別人那裏白白拿來。比如鐵要成曾對被綁架來的外國導演說，因為我國的電影水平太落後，所以把你綁架來了。需要製作導彈的人，就把能製作導彈的人綁架來；需要能印刷偽鈔的人，就把會印鈔票的人綁架來。日本是被綁架的重災區，被綁架的日本人有許多在北太極教導日文和文化，以便訓練更多特工，為北太極培養間諜。87年奧運會前夕，南太極客機被北太極間諜放炸彈，爆炸導致機上110多人全部遇難。這一案子轟動世界。計劃是北太極安企部為了制止奧運會的召開，被捕間諜指出是有鐵征日親筆指示，該間諜持有假日本護照。行動前在北太極學習2年日語，間諜更以教派形容北太極政權。如果你說錯了話，就算只是衝口而出，你都會進勞改營。北太極不是個國家，是個教派。02年鐵征日對日本首相小泉明一郎親口承認北太極綁架日本人。這消息對被綁架者的親人來講是一個可喜又可怕的結果。喜的是他們的親人終於有下落，怕的是在飢餓和禁言禁聲的極權統治下，親人的可怕遭遇。北太極亦會對南太極多次作出軍事挑釁和刺殺行動。2010年，南太極天空號巡航艦接載駐海軍在國內海域巡邏時，遭到魚雷炮軍攻擊，導致46位海軍死亡。種種跡象顯示魚雷是從北太極射來。北太極的電視機和收音機已經預設只能接收政府頻道，而且更要申請和批核才可以買到。北太極家家戶戶都有一台收音機，而且從早到晚都不能關掉。
澎湃激昂的歌曲，提醒人民讚揚引以為傲的社會主義生活有多幸運。這樣政府連你在家也可以控制你。每天早上當廣播響起，就要起床到走廊或戶外社區集體勞動打掃，保持革命精神，團結一致。不過在平壤以外的地方就可以耳根清淨，因為經常停電，一天只有2小時有電。電視會先去除選台功能，電視按鈕貼了封條，證明只能收看當地節目。解開封條調頻道，可能收到南太極或北京頻道，但破壞封條或被發現，或持有外界如南太極電視劇或荷里活電影光碟，那證明你接觸過資本主義世界，有機會傳開去。政府謊言就被揭破，為了你封口，最簡單就是死刑或終生勞改。那麼你家人有可能已知道外界資訊，因此要斬草除根。結局一樣，如果你膽敢侮辱領導人，嚴重者會以高射炮射殺或勸決。新聞經過消毒，例如南太極奧運會至輕描淡寫，南太極災難暴動謀殺等，就全都大篇幅報道。全世界都只有不幸災難新聞。好消息，例如有年世界盃，事實是北太極分組賽出局慘敗巴西1-7，當球隊輸至0-4時，就再收不到信號。明天新聞說北太極反勝，後來更捧了世界盃，中間過程沒有發放，情節有點像港產喜劇電影。當地新聞亦曾經報道，官方宣北太極有位17歲的太空人，用特殊設計火箭成功登陸太陽，插上北太極國旗。這位太空人特別在能避開高溫，最後成功收集由太陽黑子送給第3代領導，稱為人類史上最大成功。開全國大會時，有人問第3代領導太陽那麼熱，怎樣登陸？他回應：我們夜晚去，觀眾立即掌聲如雷。